亲爱的兄姐平安，礼拜就要开始，那我们预备心，一同来敬拜。提醒大家可以把手机这样子关机或调作震动及飞行模式，谢谢大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殿来，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在网络直播上面也有许多我们的家人朋友们，愿神的祝福恩典也在这个时刻与每一位同在。感谢主，让我们再回到圣殿里面来的时候，虽然我们现在还是一样是工地风的圣殿风格呀，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右手边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冷气主机其实已经安置完毕，接下来就是管线的迁理，然后电器这些的一些安排，所以其实很快的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天气里面，我们很快就可以来享受有冷气的一个敬拜的一个环境。所以感谢主，也感谢我们的相关的服事的同工用心的摆上，特别是永伟长老啦他每一天都在这边监工，然后再看着这些工程，确保我们教会在施工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也确保我们在每一个周末，我们在每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有这样的环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主，也感谢这些同工的服事与摆上。我们的生命就像我们现在目前教会的工程一样，虽然有一点挑战，虽然有一些软弱，然而这不是神在处罚我们，乃是神在修剪我们的生命，要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经历神的同在。当主的时间到的时候，当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季节来临的时候，我们就要来领受享受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与祝福。我们阿们吗？阿们。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盼望与力量。马可福音16章33节这样说：我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是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交代我们所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就存着这样的盼望，走在福音的正道上，也将这样的福音分赐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位朋友，给我们所爱的家人。这是主所交代我们的，也是主所应许我们的。哈利路亚！这个时候要邀请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安静，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感受圣灵的同在。即使我们会违背神的心意，但是神从不离开我们。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的恩典，主你丰盛的慈爱拣选我们，让我们有份在神的国里面成为你属天的儿女。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出于我们所做，乃是出于主你白白的恩典。你为我们受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污秽。然而主你3日后复活升天的大能力，也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将我们的污秽，让我们的罪过与你同钉十字架上。然而借着主你的宝血，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翻转，得到更新。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Amen。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来邀请圣灵。我们跟圣灵说：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主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一切颂赞、一切赞美都归于我们的神。阿们。这时候我们要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求神坚定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不动摇的信心。阿们。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双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路，海浪之中我并不沉落，我一步一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身体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逆波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神必为我们征战一切。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双手拉住我，就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主我路。
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追你的信息，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信息，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征战。心在水面的信息，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身体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为一切颂赞赞美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因为神为了我们的一切，为了我们来征战得胜，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他献出了他的生命，用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他值得我们用生命来献给他吗？ Amen。阿门。那我们用这首诗歌更深的来敬拜，用我们全人全心来献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主，我们愿意喜乐的来跟随你。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使我得以侍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来宣告，将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神。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
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让我们自由的来敬拜。背起十架跟随你，对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主将何等的丰盛的恩典慈爱施落在我们永光教会的当中。当我站在台下看着我们台下敬拜一切的时候，我们这边就如同属天的国度一般。我们也愿意将这样属天的氛围，这样的平安喜乐祝福分赐给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也是我们幸福小组启动的时刻。在今年我们藉由启发的课程，让我们所有的同工还有我们的 best 再一次来经历神的同在，也让我们参与在传福音事工的里面来经历神的同在，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就像我们刚刚所唱的一样，我们坚定的信心，不动摇的信心来传扬主的福音。对，这个时候我们也要来用神所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要一起来 RPG 的祷告，为了我们幸福小组的事工来祷告，求神坚定我们每一位同工，让我们每一位铁三角同工、幸福小组的同工里面充满了神的平安喜乐、智慧与能力。也特别求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best 来柔软每一位的心，来归顺在主的名下，与我们一同成为属天的儿女。我们一起两位，我们一起来 RPG 的祷告。哈利路亚。大水位就施落伫阮的中间，主啊，你眷顾阮每一个人，无论阮是任何的处境，无论阮得时不得时，阮拢要来传扬主你的福音，因为这是主你所赐予阮的。主啊，愿阮常在行主你的旨意。主啊，阮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主你看顾扶持，求你听阮的祈祷。阮每一人用阮的嘴，用阮的心，用阮的力来做主的工。主你所应允阮的，做主的工做通通。我的性命，你靠靠你的来背，来经历着主的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看见你何等的恩典施了在我们永光教会的里面。主啊，求你垂听我们众同工祷告的声音。
主啊，我们为了主你传福音的事工，为了主你所交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开我们的口祷告，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你将你的大能力，将你的智慧赐予在我们众同工的当中。当我们面对挑战的时候，主你就坚定我们的信心，主你坚固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来经历主你的同在，来参与在主这福音的事工的里面的时候，也让我们更坚定的在主你的里面。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埋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的翱翔。赐给我属于你的梦想，带下你国度如在天上。赐给我奔跑不倦的力量，如鹰展翅上的翱翔。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的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我们会众一起来唱。我生命献给你，背起十架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彰显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舍命。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哈利路亚！让我们献上荣耀赞美的掌声给我们的神。我们也表明我们的信仰，我们愿意喜乐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1章5到8节，以及11到12节。我们一起同声一起来念，预备起。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友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与力量。我们今天要邀请本堂的周亚伦传道，他要讲的题目是不胆怯，靠着福音大能做见证。传道请。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啊！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我们不只是工地风，我这礼拜想到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沙滩上的敬拜。所以今天呢，原本是安排周牧师讲道，但是我们牧者团队讨论过后，觉得还是一步一步慢慢来，让牧师再多休息。所以今天就有长得跟周牧师有一点点像，但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周传道来陪伴大家。感谢神。那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和关怀。那周牧师他手术后恢复非常顺利，他很快就能再一次到讲台上跟大家分享他的信息。那这几周呢，是我们教会幸福启发的季节。这周的启发影片主题是什么呢？耶稣是谁？没错。那我们的教会其实非常的特别，我们是一个正在传福音的教会，每一周都有非常多的幸福小组在进行，许多弟兄姐妹摆上时间，摆上心力，去邀请、去陪伴人，甚至花钱买食物、礼物，就是要让新朋友感到宾至如归。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鼓励你身旁的人说：你是传福音的勇士。那因为我们实际在战场上，所以我们就必须诚实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时，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可能会觉得累，可能会感到灰心，甚至开始慢慢的退缩。或许你曾经很热情的邀请人，但是却一再被拒绝。有可能你在小组里面投入很多，但是你觉得这个投资报酬率好像有点低，好像你去投资股票反而赚得更多。有可能是新朋友提出问题的时候，你心里好紧张，好怕自己有回答错，就不小心变成异端，哇！那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经历跟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当我们在传福音时，要怎么持续火热，而不要冷淡退后。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醒他，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保罗提到的这个胆怯呢，他是在对一个已经在服侍的人在说话，所以这段经文能帮助我们在服侍的道路上重新对准于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已经开始做了，我们也愿意摆上，只是有时候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心里可能会出现无力感。所以现在我想邀请大家，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跟旁边的人分享，在这2周的幸福启发当中，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是小困难？好，我们自己找到我们自己的伙伴，对，好，就像启发一样，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讨论，好，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小困难、小挫折？好，还有30秒的时间，还有30秒。或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挫折？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了挫折。好，我们时间到，好，时间到，时间到。
我相信这个问题，大家真的是心有戚戚焉。当我说一开始分享的时候，然后就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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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蔡奇亚。所以邀请你鼓励旁边的人，跟他说：“你已经做得很棒了。”感谢主，感谢主。有时候我们传福音遇到的困难，不一定是很强烈的恐惧，让你怕到不敢来教会，而是小小的挫败，却慢慢浇熄我们的热情。那这些挫折并不代表说我们没有信心，而是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时常回到上帝的赏赐里面。所以保罗他说，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和自制的心。那这3样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坚持下去，让我们持续走下去的根基。刚强就是我们在还没有看到立即的结果时，我们仍然持续下去。仁爱就是我们不会因为对方没有回应我们，或是传讯息问他，然后他已读不回，我们就不再爱他了，就说我要上天堂，你去另一个地方。而是我们用耶稣的爱来爱他们，用耶稣的耐心来爱他们。那自制呢，就是我们在情绪的起伏当中，我们仍然保持稳定，或者是我们他的回答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想要很快的把我们所有的圣经知识都像瀑布一样倾倒在新朋友的身上，但是感谢主，我们忍住了，我们克制下来，让圣灵对他说话。所以保罗也提醒我们，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有时候我们太在意别人眼光，但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罗马书1章16节。大能呢，在这边大能的希腊原文的意思是 dunamis。如果其实 dunamis 转变成现在的英文，就有点像那个 dynamite 这个单字，有点像炸弹这个单字，就是好可能年轻人会知道 BTS 有一首歌，有一点老的歌了，有一首歌叫做 Dynamite。很像大部分人没有反应。有大概2-3年前的歌，有一首歌叫 Dynamite， 就是同样的单字，就是大能的意思。那这个大能呢，它有力量的意思。有全能神全能的工作的意思，也有神机的意思。所以我们正在传的福音，就是上帝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工作跟上帝的神机。当我们在信服启发的时候，神就已经在动工了，阿们吗？他的大能已经在撼动这些新朋友的心，而且他也即将带来神机式的转变，阿们。所以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再一次领受从神而来那里的刚强、仁爱和自制，让我们可以在传福音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们鼓励旁边人，跟他说：“我们不胆怯，我们有神力。”来，我们不胆怯，我们有神力。阿们。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即使我们愿意继续走下去，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保罗他说要把上帝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我觉得中文的挑旺这个单字翻译的非常的漂亮，漂亮到非基督徒都听不懂。他们只知道那个眺望远方那个眺望，他们不知道我们圣经有自己版本的挑望。那挑望呢，它的英文叫做 fan into flame， 讲白一点就是煽风点火的意思。好，就是像中秋节烤肉的时候，你看火快没了，然后你就，我不要用 iPad 好了，反正就扇，然后那个火就旺起来。那保罗他提到恩赐，恩赐其实就是礼物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我们里面，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恩赐，已经给我们很多的礼物，其中包含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经历神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见证。那我们可能以为传福音需要很多的知识，需要能够回答每一种问题，
但保罗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他并不是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饱读诗书又能言善辩。他并不是这样说。其实他非常的聪明，没错，但是他不因福音感到羞愧，是因为他深深的认识这一位神，因为他跟神就像是好朋友一样。这就让我们的焦点从我要有多少知识，转向我是否真实的认识神。当我们在幸福启发当中面对新朋友时，有可能我们很激动，我们很自然的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但其实神呼召我们的不是成为一个能够讲赢别人、能够说服别人的人，而是神呼召我们成为愿意陪伴的人。阿们吗？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是在听到答案之后他就立刻生命转变，而是在一个关系当中，他感到被尊重、被理解，他才慢慢打开他的心。因此，当一个人可以在我们中间，他可以很自由的分享，很安心的说出他的疑问跟想法的时候，不用担心被否定时，他就离福音更靠近一步了。阿们吗？阿们。所以跟旁边的人彼此鼓励说：陪伴人不急躁，让圣灵替你走。来，请。让圣灵替你走，没错，让圣灵替我们奔走，让圣灵来做工。所以不胆怯不只是愿意开口而已，而是愿意用真实的自己来陪伴我们的新朋友，走进这段陪伴的关系当中。那我们能不熄灭呢？就是因为我们连结在根基当中，而且这个传福音的力量是来自我们自己吗？并不是的。也不是来自我们的能力跟知识，而是来自神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也都真实经历过神的同在与神的能力，我们就不需要因为短时间内看不到结果，就觉得动摇，想要放弃。因为我们相信神会保守他所开始的工作。阿们。传福音是神所开始的工作，神会自己来保守。那我们可能就会问：如果我真实的遇到软弱，在那个最痛苦的那个处境当中，我真的可以信靠神吗？我真的可以在困难当中仍然不熄灭吗？那最近我看到一个人，他如何在软弱当中仍然选择信靠神。那我想要邀请这位嘉宾来分享。他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很久了，那这却是他第一次用见证者的身份上台，所以这时候我们一起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周牧师。感谢主，这是我们教会传福音的季节。我们总相信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因为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有选择性吗？有没有时间性的限制？没有。但是在教会，我们特别把传福音有一个季节，把它规划出来，是因为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启发透过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可以一起来，一起传福音。这对我们来讲是彼此的能够壮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胆怯，是真的哦。那牧师，我告诉各位，在这将近5个礼拜当中，我也知道我成为一个牧者，或者是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也把握每一个传福音的时刻。所以在医院，即便是我最软弱的时候，最疼痛的时候，我还是对这些医护人员传福音。因为我躺在那里也是见证。阿们。所以我感谢主，让我们永光教会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体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顺境可以荣耀赞美神，你的逆境更可以成为神最美的见证。所以我要诉说
我最疼痛的这个经历。我相信大家，如果你有如此痛过的，或者家人有如此痛过的，你就知道牧师在讲什么。当然最好不要哈，感谢主哈。牧师3月13号，意思就是说我3月8号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特别那一天是我们母亲节，对不对？好，分享以后，牧师3月13号回诊的时候，发现我脊椎有一点疼痛，所以也挂了骨科来看。那医生就照 X 光就发现我的椎间盘突出和骨刺非常的严重。他说：“你知道吗？你的4到5这个椎间盘已经被压缩到剩下0.37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正常的话，我在那时候我应该已经缩了快2公分了，矮了快2公分了。所以他说，你都没有痛吗？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呢？你这个应该是要10几年就已经形成了。”我说，过去10几年我都没有痛呢。他说，太神奇了。但是我知道神有他特别的时刻，因为神也知道我服侍他的，他一定是安排给我最棒的时刻哈。所以我感谢主。那3月17号的时候，我们的晨祷，对不对？大家就为牧师来祷告。我感受到弟兄姐妹对牧者的爱，真的，我们就是透过祷告彼此的关怀，在病弱难处的时候，我们总是彼此的陪伴，所以感谢主。然后其实我16号还去运动，17号以后18号想说好吧，那给他再多动一下，跟着年轻人他们打什么球，你知道吗？我42年都没打的叫做羽毛球。其实我已经打3个礼拜了哈，但是那一天，教练说，周牧师看起来你好像底子不错哈，我就派你到那个最强的那一队去。然后有一个福音朋友跟我说，你知道对面那个健身我们里面最会打的，所以你等一下。第1局打完他说你等一下球不要打给他，你打给那个女生就好。我怎么敢打给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叫做潘纯棉。然后后来他也没辙了哈，但是他看我发球会得分，他就你有底子，这种信心增强了我的那个运动精神。然后打2局3局以后，我就不敢再打了，因为我发现我的脊椎真的有问题了。所以回家以后，到3月20号2天后，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动了真的就是躺平了躺平了，不是懒惰，是没有办法起来工作所以我们就家人就在3月23号带我到马偕医院来做核磁共振因为医生说如果没有做核磁共振就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并且他说哇，你好像还有在吃抗凝血剂，也不能马上有所开刀。但是那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要开刀，从来没有想要开刀。他就开了那个类固醇的比较强的消炎止痛药给我。他说你下个礼拜3再回来这样子。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心里总是想说不要开刀，因为我们在服侍神，如果我开刀，可能还要很长的时间休养。如果可以神帮助我，透过这些消炎止痛，可以赶快来恢复原来的这样10几年了嘛，可以再继续吗？但是真的没办法真的没办法。我每转一个身，每一个动作都会痛。那个到底
那个动作可以维持不痛吗？后来不痛吗？大概要经过15分钟。如果15分钟，渐渐不痛了，那表示这个姿势是没有压迫到的。但是你都不动吗？不可能吧？我的那个肌肉、那个骨骼都肌肉啊、神经都快粘连了。我左手几乎也开始有粘连这样子的所以真是非常痛。但是一个坚持不开刀，另外一个原因也没有跟家人说，因为我知道要微创手术是非常高的金额，要20-30万以上。所以但是我感谢神，我知道不是我靠自己，我不是靠医生，因为我是属神的人，我一定是靠他了，我别所依靠了。所以我用喜乐的笑脸来谢谢家人，亚伦传道、亚拿传道、潘牧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时时刻刻的就握着我的手，按着我的背部为我的祷告。这是我们这样度过那个时间，所以我都用喜乐，用谢谢他们。所以孩子跟爸爸说：“爸爸，你知道吗？那段日子你最常讲的2句话就是感谢主，哈利路亚。”这是不由自主的，这是信仰的一个表达。那我也会常常在痛的时候，还是要唱歌赞美神，因为我唯有如此，才能够真的把自己的软弱交托给神。所以我知道，那这一段时间里面，教会非常的忙。这是我从3月8号我们开始来用这样的一个场地的时候，改空调，我今天才能够比较详细的来看。但是我感谢主，同工都帮助我，照相给我看，那个角度我觉得看得不清楚，他们都会补相片给我。我说这个可能要怎么样，那个可能要怎么样。神也让我能够有智慧，继续在治理教会上能够得他的喜悦。那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我们来永光教会26年来这段时间里面最多告别式的场次的一个阶段。你可以了解吗？过去告别式都是周牧师、主任牧师为主现在呢，我连去参加都不可能。所以你就知道潘牧师、亚伦、亚拿传道他们承载了非常大的这样的工作。我才发现原来神给我们全家可以在这里全职服侍，是因为要承载永光教会这么庞大的业务量、工作量、聚会，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家庭礼拜啦、临终关怀等等的，有一个告别式在上个礼拜，我还用手机追踪潘牧师，因为他8点要开始，如果有去参加的就知道，8点要开始，但是7点10分有一个老姐妹过世，她还要去到家里为她祷告。我说你真的来不及，但是她说她还是要去。那你怎么去？她说本来她要开车，后来她只好搭计程车了。我就跟着她的路径一直走，看，主啊，赶快给他计程车，快！主啊，拜托你，因为如果他现在没有搭上计程车，他绝对来不及，而且8点前一定是上班最拥塞的时间嘛。对，神听我们祷告这也是神迹之一。他7点59分到二滨的大门口下车，我都把他的那个我都给他截录起来。他说：“感谢上帝，我丈夫如此的跟踪我。”所以在这段时间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煎熬，不是因为痛，更重要是不能起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那有经过一位长老朋友的介绍，3月31号我们到另一家的诊所。他建议我先打神经阻断剂，就是让我能够暂缓这样的疼痛。他说大概那个可以有1个礼拜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功效，而且他在那天才发现我有吃抗凝血剂，根本不能打这一针，所以我们跑到淡水又折腾了半天，又回来，但是加重的
这些消炎止痛的药给我的副作用就是我会开始呕吐，哇，很辛苦哦。那个痛再加上呕吐，我真的是，主啊，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心里总知道，好，我常会把旧的圣诗拿起来唱。最近唱了一首诗歌，我觉得神啊，这是你给我最美的礼物吧。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好痛哦，主啊，恩惠，这就是恩惠。这是我这样度过在床上的每一个时刻，所以我感谢神。后来我们家人祷告以后，在4月5号发现这已经严重影响我的生活品质跟服事，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开刀。那感谢主啊，我们4月6号就因为我们的何医师在双和他就建议我到那里，就是来打这个神经止断剂让我能够暂缓。那个施打的医生11点来，哇，他是专科的专业的所以他在打之前我就问他说，这一针可以止痛多久？他说2到3天。但是我告诉大家的经历，我的经历是6个小时。但是感谢主，那6个小时刚好可以让家人亚伦亚拿带我到淡水马街的路程，因为这一段路程蛮长的嘛，对不对？好，而且颠簸所以我到4月6号下午就到淡水马街急诊，马上就入院了。那医师知道，所以他就马上安排我在4月7号来开刀。那开刀11点推进去的时候，他给我上麻醉，但是医生护士跑出去找亚伦亚拿说，你爸爸在那里四肢一直颤抖，一直颤抖，他这样没有办法，因为那是他的痛所引起的，所以还必须要补1针，大概1400多块的那个止痛针，对。要家长同意才能够打。那后来我们就这样子经历了7个小时左右，我就开了微创的减压。所谓减压，就是把骨刺跟那个椎间盘去压迫到几乎到90%的这个的地方，把它去除掉。好融合的手术就是我的身上。现在有4根钉子，把我4、5椎的地方把它固定起来所以现在我长高了1点多公分减重了3公斤多那经过7个小时左右，感谢主就已经完成了那开刀结束的时候，医生就把从我身上取出的这一些非常贵的这些东西，因为很贵嘛给家人看可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这是从我身上取出来的骨刺跟椎间盘的这些东西怎么会那么多？我吓一跳呢。哇，真的是很奇妙那这个是医视图，我就是这样在我的那个脊椎4、5节的地方放了4根的钉子所以这一切我都感谢主。到4月10号，我4月7号礼拜2下午开刀。那4月10号早上，医生来查访的时候，我问医生我可以出院吗？医生笑着说：“就看你咯，你自己决定。”那你要今天出院也可以，要到礼拜1也可以。但我跟他说不，我家都是牧者我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基督徒。神安排的对，那他说好啊，那你要有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你做得起来，你就可以出院了。但是一般人，如果你手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种严重性，
3天是不可能的哈。你要心里做预备。他说怎么动作呢？我说什么动作？他说你双脚把你的屁股能够撑开，离开床铺的话，那你就可以出院。你知道结果怎么样？他说太神奇了。我听很多医生护士都讲这3字哦。在这住院的期间所以我就在那一天的下午我们就出院了。所以我充满了感恩，因为压迫神经那么久了，竟然10几年来我都没有疼痛，好，很特别哦。而且我也没有刻意去问要找哪一位医生，我是用我时间可以的，再找马偕的医生是哪一位，这样自己找自己看，然后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是整个马偕开脊椎团队的主任。哇！后来我问院长，他说对啊，他是我办公室的专员。我说哇，感谢主，我也没问你，但是神就安排我。好，那如果我还继续吃抗凝血剂，我4月7号是不可能开刀的。所以就因为3月31号我去门诊，他要注射，他说不行，我隔天就说那我就先不吃吧那时候还不想开刀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给的祝福特别我也感谢主我们的家人，我家人包括我们永光教会包括我自己的亲人，也包括我们的牧者同工，从美国、加拿大、澳洲很多都亲自打电话来关怀我，为我祷告，或者在LINE里面为我祷告。我真的是感谢主，有这么多的支持，弟兄姐妹的关怀熬什么汤都来给牧师补这一切都让我体会到神真的很爱我，很关注我，所以我感谢主，让我能够很快速的回到这里来为他做见证，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他，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我所交托他的，他一定会保守到那一日。阿们。对，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你有这一些经历的时候，你知道吗？你都可以成为最美的见证，因为我们走过的一定不会没有意义的。阿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一定都有意义，都可化为传福音的工具，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好这是牧师要大家一起来彼此鼓励，来，我们一起说：唔免惊，上帝是咱阿爹，上帝是咱阿爹。感谢主。那周牧师的见证，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就是福音的能力。阿们。因为牧师他已经亲身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并且相信神总是信实的，才能在最痛的时候持续的信靠神，而燃烧出最美的见证。今天神要邀请我们在他里面活出这样不胆怯的心，并且让我们里面的火持续的来焚烧不熄灭。所以在每一次的启发当中，我们都能经历神的能力跟神迹。阿们。我们不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也不用等到都已经预备完全了，因为神已经把恩赐跟见证放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知道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所交托我们的，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往前，用爱心陪伴人，用自己最真实的自己来与人来对谈，让神亲自在人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所以让我们持续来邀请新朋友，让我们持续对他们敞开我们自己，让我们持续聆听的这些新朋友他们想说的话，我们活出不胆怯而且又不熄灭的生命，让福音透过我们自然的流露出来，带领更多的人一步一步认识主。阿们，阿们。我们这时候用这首诗歌一起来回应，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求你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打开天门，向我们显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主你彰显大能，医治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这里，求你点燃，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打开天门，向我们显明你，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主你彰显大能，医治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这时候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祷告，我们求神在我们里面真的放入这样子刚强壮胆的心，阿们吗？这样不熄灭的心。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过了2周了，你有可能有遇到一些的挫折，或是新朋友回答问题，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不用担心，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就算面对这些困难，我们仍然是不胆怯，我们的热情仍然不会熄灭，阿们。在接下来还有好几周的幸福小组，我们能保证不会有任何挫折发生吗？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有可能还是会有挫折，但神已经拖住我们了。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团体的行动，不止我们铁三角行动，圣灵也跟着我们一起在传福音，圣灵赐给我们力量，阿们吗？因此我们这时候就为着自己开口来祷告，求神在我们里面放入这样刚强壮胆的心，还有这个热情是不被浇熄、不熄灭的心。我们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数到3就开始，1、2、3。谢谢天父主啊，你在我们当中放入这样子不熄灭的一颗心，主啊，你再一次点燃我们传福音的热情，主啊，当我们更多的仰望你，我们就更多得着你的能力，我们越多交托，主啊，我们就得到更多你的能力。求神，主啊，你将这样福音的大能放在我们里面，主啊，当我们幸福启发开始进行的时候，我们相信你的神迹就在我们当中，你的刚强跟仁爱，还有自己也在我们当中，主要在我们每一位同工当中，在我们每一个小组员的当中，主要我们传福音依靠的不是自己的知识与才能，而是依靠神的大能。谢谢天父，你的大能就让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轻省了。谢谢天父，这样谢谢你，需要如此。我们一起大声来敬拜，求你点燃，求你点燃，点燃我们起初为你火热的心，主你打开天门，向我们显明神的心意，明你心意，求你点燃，兴起我的生命，成为馨香的火祭。主你彰显大能，医治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神灵如风吹起，眺望星星，呼召引你烈火再次燃起，奔向极寒，全然献上自己，神灵火
释放我们，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最后一次来宣告，求你再次降临，点燃我的心。我们将我们掌声都献给神，哈利路亚！是的，圣灵，我们渴慕你的降临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渴慕你点燃我们心中这样的烈火。阿们，阿们，阿们。坐下之前，你告诉旁边的人说：“我的心中充满了火。”弟兄姐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今日道主施恩座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胜利触摸重新的灵，恩到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起立。谦卑领受生命活泉，胜利触摸同心的灵，恩到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坐。事工分享，请亚拿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再一次，sorry。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今天的事工分享。好，一开始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来，我们请一起 Go。神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诗篇第7篇第10节，再一次来，神是。阿们。昨天礼拜六的时候是我们永伟牧区出游，那他们总共有33位人出席，那有 best 有6位 best 在这当中，所以非常感谢所有同工也为着他们祷告。那一天呢，昨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凉爽，那我相信他们在那边也有非常棒的一个出游的享受。好，今天我们潘牧师去到蒙甲教会讲道的服事，那他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那也感谢神，让牧师能够持续的到其他的教会来分赐。
接下来4月25号礼拜六上午10点是新北市城市祈祷餐会。那这个祈祷餐会呢，我们非常欢迎我们各位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报名。那总共有20个名额，那自费金额是500元。那我们有这样时间可以拨空一起来为整个城市国家来祷告的兄姐就可以一起来报名。我们就向慧华干事来报名。周牧师要补充一下。我们难得有机会我们教会这次在新北市城市的本来过去都是按美国的经验，就是祷告早餐会，对不对？那祷告早餐会，像牧师去参加的话，大概要6点多就要出发了，早上哈。那所以整个主办单位今年他们调整就午餐哦哈，所以我们10点。报到10点半开始祷告，好，到大概2个小时以后，就会在那边一起用餐。那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这个呢？因为这是跟我们所有的整个新北市的教会的一个连结，让我们能够参与在这其中。那市长一定会来，好，市长一定会来，因为没有邀请市长如果不能来，就这个祷告会就没有意义，好，所以我们也知道市长他们也很乐意看我们所有的牧者为他们的祝福祷告，所以我盼望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市府团队、为我们的市政、为我们的整个新北市的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等等的很多的区块。我们能够参与在这里哈，所以现在还有一些名额请我们同工彼此相邀，好不好？一起去牧师，我们整个我们的牧者传道的团队都会去参加的哈让其他的教会也看到我们永光教会的合一，跟在这祷告的行动上的积极哈，所以请大家赶快把握时间来完成报名，谢谢。好，谢谢周牧师。好，接下来是我们下礼拜天，是我们嘉佑弟兄跟怡慧姐妹的订婚之喜呀。所以在下礼拜天下午2点，我们在4楼副堂举行。那有空的弟兄姐妹就可以一起拨空来参加，来祝福这一对新人。好，这礼拜是我们启发幸福小组的第2周。那我们可以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每一个小组都非常丰富的晚餐，然后非常丰富的餐点，然后你看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充满荣光，都笑容满面。感谢主，我们相信启发课程可以帮助许多的新朋友更快速的能够来认识我们的教会，认识我们这一份信仰。好，我们也继续来看 ，OK。好，再来是5月8号是永和国中的考生祷告会。那我们正在继续的招募志工当中。那所以非常邀请，非常欢迎，就是所有有空的兄姐可以一起来到校园当中，我们一起来见证，一起来祝福这一群的考生。那我们可以来向我们慧燕干事来报名。我们非常需要志工，因为我们在那边有上次有300多位的将近快300位的学生，所以我们很需要同工一起跟我们来服侍。好，再来是 We Are One 青年牧者的共事营，在今天跟明天在礁溪举行。那我本人跟亚伦传道有受邀就参加在这一次的共事营当中，那也继续为我们代祷，因为 We Are One 是一个在暑假的青年的领袖的特会。那透过这一次的共事营，我们更能够知道 We Are One 到底要把青少年带上什么样的世代。那我们也相信 We Are One 特会会兴起更多的青年领袖。阿们。在中央空调修缮的专款，现在截至上周有3591222元，感谢主，也感谢每一位兄姐的摆上。那我们也持续为着我们的空调修缮来祷告，让我们的工程可以非常快速的来进行。那也期待在下礼拜的订婚的时候，可以比较凉爽一点。好，感谢主。好，教界消息，总会召开第71届的年会。那这个时间就是潘牧师跟我们的永伟长老会一起出席参加。我们也持续为他们的不管是路程、交通，还有整个会议的过程来祷告。
今天我们青少年牧区举办考生祷告会，在下午1点半，在我们的副堂。那欢迎统测跟考生也一起来，已经报名了，有一些已经报名了。那我们铁三角同工也一起参与在这当中。好，一样是青少年牧区哇撼动星球教会领袖意向传递会，在接下来的周二晚上，我们要在8点的时候召开线上的会议。那我们这一次呢，有许许多多其他教会的牧者跟青年辅导也会一起参与在当中，所以也请我们蛙牧区的辅导一同上线参与会议。玉喜牧区有母亲节幸福花艺的手作活动，那在5月5号礼拜二上午10点，那可以洽小组长来报名。那这个报名的资讯我们就自己来看。再来，儿童牧区也是下礼拜天10点要举行“我是金句王之小皮球香蕉油”的一个金句王的活动。那我们非常开心，他们每一次的活动都非常的精彩，所以我们儿童牧区的小朋友可以注意这个时间来报名。小组手作步道同工的场次在5月3号礼拜天下午在副堂，那有登记的小组同工，请务必要准时来参加。再来是母亲节公益的市集，那这个是协会的举办的活动，那在潭前社区的活动中心。那我们这一次这个活动呢，是以小组为单位，然后揪团来到现场摆摊。那我们摆的摊子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就是你看起来非常新，然后你没有在使用的，那我们就可以拿出来来到这个市集来传福音，透过这样来传福音。所以更详细的资讯，我们可以来看我们的 DM。好，再来是主内羊炉素奉姐妹蒙主恩召，那她是我们的燕玲姐的母亲。那在4月15号礼拜3的时候早上安息主怀。那我们的告别式是预计在4月27号上午8点，在二滨的这个地方来告别礼拜。那我们也请持续为着这些遗族来祷告。好，再来我们要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我们第一位是李计划姐妹，是秀莲姐带来的新朋友。我们听说4月20号明天是她的生日，对不对？那我们一起很快的唱生日歌来祝福她。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我们相信生日是一个重新的开始，上帝要大大祝福你，身心灵都健康，阿们。好，请坐。好，再来是我们的志明弟兄，志明弟兄在这吗？我们也用掌声欢迎我们的志明弟兄。看一下哦。好，已经是基督徒。OK， 好，我们再一次的用掌声欢迎，一次的欢迎。好，请坐。好，再来，我们还有一位是陈丽明姐妹。陈明，好，我们请起立，欢迎我们这位姐妹，是刘哲老师的朋友，是不是？哇，非常棒！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非常的喜乐，再一次掌声。好，请坐，请坐。那待会呢，我们的招待同工、迎宾同工有小礼物要来送给你们，那也要让你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拿起你们的包包，然后跟着我们的招待同工一起到旁边的小教室。好，那这时候我们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祝福。愿你有个高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
站立，我们请周牧师来祝福祷告。愿赐福的上帝恩宠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天天经历他的同在，他的能力，并且分赐这样的一个恩膏在你所居住的每一个地方，你手所做的工，脚所踏之处，都充满恩典，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愿上帝祝福你，愿上帝祝福你。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下礼拜天见，大家请坐。